后来乡亲啊，进前由这个金马影后谢盈萱所主演的电视剧播出了后是大受好评。讲这个第二季要伫8月初8节来播出，这个预告片出来了，做伙来看。你等我！要几啊厝内大，真侪人期待真久的第二季将伫8月初8开始播出。经伫父亲节这天，就是导演严艺文希望讲已经过身的老爸嘛看会到。又绑定着啦！顶来大牛卡。伫母亲节进前公开预告片。故事的焦点伫这个主角陈嘉玲40岁落南转故乡，展开人生的后半场，写出另外一段人生的篇章。第二季伫暑假播出，望讲会使吸引幼弱的少年人甲厝内人做伙看戏，培养感情。嘛望讲透过戏剧甲台南的地方文化有更较密的连接。2019年播出的头一季，得到金钟奖细型的剧场、女配角甲剪辑3大奖。第二季嘛好戏迷，真期待。